翡翠工作室喎，做咩嘅咧？唔知喎，要唔要睇下？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樂園逆光翡翠工作室，坐低先。係啊，呢啲玉石係咩嚟？呢啲玉石咧係翡翠嚟嘅。翡翠呢樣嘢咧，其實好多發燒友咧細細個就已經識㗎啦。咁玉係中國人幾千年嘅文化啦。咁翡翠呢樣嘢咧，相傳係喺晚清時期咧就做貢品嘅。咁我阿媽就好細個已經開始戴翡翠㗎啦。咁佢啲飾物咧就好多嘅，通常2-3日左右就換一次。咁我見到佢戴咁多，就覺得幾得意喎。咁於是乎我就請教下個朋友阿 Roy 啦。咁佢就教我翡翠嘅知識嘅。咁當中有樣嘢咧就叫雕刻。咁於是乎我就開始對呢樣嘢產生嗰啲感情啦。咁我覺得原來翡翠可以變成好多唔同嘅形狀㗎喎。哇！真係好正好靚喎呢啲，好想學啊！可唔可以度學雕刻啊？雕刻好難㗎。如果你真係想學雕刻嘅話咧，我建議學咗拋光會好啲先。嗱，唔緊要嘅，我哋呢邊有個升級導師。升級導師 Hello， 我是芳芳，我可以教你。OK， 我們學拋光學一樣的話，就會覺得很悶、很無聊。這樣子的話，我們就可以拿一個原石來教你怎樣去開窗。知道開窗是什麼嗎？完全不知道。不知道是正確的。首先呢，開窗它就是去皮一個原石，你不知道它裡面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，你就把皮給去掉，就等於說是開窗，才能知道裡面是怎樣的東西。我們開窗之前呢，首先要拿燈照一下，看一下哪個位置適合去開。首先呢，就是要拿燈照。看一下比如說有一些有綠色的位置啊，然後呢避開一些有裂紋的地方，比較平的地方，我們就開這個位置。看一下這個是有綠色，我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標記，等一下就把這個位置給開出來。現在我們就已經開好窗了，開好窗呢，現在就開始拋光了。拋光的話就要用這種油石。首先呢，我們現在是要把它放在這個位置蘸一蘸水，蘸2-3分鐘，然後就可以了。看到水乾了之後就要滴水，你試一下。好啊。哇，其實都幾簡單啊，即係人哋都識呢啲。好多步驟嘅。你好啊，我叫阿 Roy 啊，咁啊頭先忙緊，啱啱先翻嚟啊，呢嚿佢啱啱拋起嘅，咁我交翻俾阿 Jack 仔先啦。咁啊 Jack 仔啊，咁啊頭先咧你由尾一嚿原石開皮開窗到拋緊光，之後完成拋光，你有咩睇法同得着咧？好似我啲新手都可以容易上到手，即係都可以做得嚿嘢出嚟。同埋呢個過程咧，俾我感覺係你可以放空成個人，你可以咩都唔使諗，成個過程係好舒服，跟住同時又安全啦。即係新手最驚始終呢啲有機器器材嘢啊嘛，但係原來個過程係可以基本上係安全咁進行咧。我覺得今次係對呢個玉石呢個界別嘅嘢認識多咗好多。各位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 DM 呢個 IG account 去了解詳情喎。